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日前曾表示，希望能找香港歌手邓紫棋担任观光大使，但后来则是改邀香港文化之父荣念曾。对此，潘恒旭日前接受电台访问时透露，与邓紫棋的合作已经破局，因为对方有经纪约在身，冠名赞助必须花钱，而高雄目前无法负担。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22日接受快乐联播网访问说，由于邓紫棋身上有经纪约，冠名赞助需要花钱，可是高雄本来就不希望花钱请代言人，这种需要钱合作的关系，不是我们想要经营的长期关系。因此也让代言仪式破功。高雄为增加能见度，满足各个族群需求，希望每个月都能有名人和明星代言。继1月白冰冰、2月陈文茜、3月荣念曾之后，5月是林宥嘉，6月是 Yahoo 虚拟偶像虎妮，7月有沈玉琳，8月有陈美凤和蓝心湄，9月则是铁狮玉玲珑许孝顺和彭恰恰。